若种着歹田，咱就当望后山啦。咱若嫁着歹翁一世人啦，查某吼死翁咱挂韭菜，一个死搁一个来，问题你都毋死啊！恁大家拢知我离婚嘛，29岁啊，带一对囡仔啊，栽培到伊大囡仔，结果吼前翁啦，前翁哎，无爱的人啦，结果看到阮好的时阵吼，搁来变阮即个囝吼，伫银行上班过时头咯，啊，搁贷款互伊，啊，结果即摆吼人安尼变了啊吼，找无人啊啦，拢毋敢甲阮联络啊，生龙子，我要生公主。啊！你这白痴，啊去互恁老爸母家咧出卖收山，结果有一天伊转来，我发现伊的户口竟然寄伫区公所啊，户政事务所，啊拢毋敢甲我讲啊。我讲一个良心话啦，阮即个囝吼足古伟啦，啊戆是戆着讲吼，伊嘛爱怪我，是我见着安害着伊啊，对不对？安尼逻辑嘛对。安尼嘛对。来哦！哎呦，亲妈！安尼吼，对啊。我本来就是讲想要骑马来啊，我来就是骑马来了。来，啊，还有骑弟对吧？来，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齐弟。大家好，我是齐孙孙。齐孙孙，很顺顺哦。哎呦，高追高追。大家好，我是齐妈，奇怪的妈妈。妈妈遐尼乐观，你是毋是感觉足欢喜的？大家生活应该拢足快乐的对吧？起码有时阵哦，较笑笑的，但是哦，伊心做善良的，一直做善良的，对啊。我之前人生有一阵子啊，伫咧较无好的时阵吼，上无好的时阵，伊甲我诱出来安尼，我嘛足感谢伊的。哦，起码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恁大家拢知我离婚嘛，19岁啊，带一对囡仔啊，栽培到伊大囡仔，结果吼前翁啦，前翁，无爱的人啦，结果看到阮好的时阵吼，搁来变阮即个囝吼，伫银行上班过时头咯，啊，搁贷款互伊，啊，结果即摆吼人安尼变了啊吼，找无人啊啦，拢毋敢甲阮联络啊，我即个戆囝啊，着去做工，去甲人搬厝，去洗门，一日到晚对透早做到透啊，摆骹咧，毋是摆骹尔，手嘛压袂起来受伤的啊，所以伊是要招伊去投资是吧？改变的啦，对啊。哎呀，哦，所以伊讲投资，啊，毋过钱摕出来以后，人就胖见啊，安尼。所以工课嘛无啊，钱嘛无啊。拢无啊。哦，你迄当阵几岁啊？迄当阵应该29。29岁伊尔。细汉的时阵啊，他7、8当前尔。对啊，囡仔嘛已经有啊，搁遐尼细汉，安尼你迄当阵心情一定足歹的。好佳哉，搁有一个妈妈，对啊。妈妈安怎甲你鼓励啊？有小可歹，对啊。小可歹。当然啦，伊若饲在咧戆囝，就甲你讲我生气啊。对啊，相对贵。起码你现在要甲人生气。我讲我要生龙子，我要生公主。啊，你这白痴，啊去互恁老爸母家咧出卖收山。结果有一天伊转来，我发现伊的户口竟然寄伫区公所啊，户政事务所，啊拢毋敢甲我讲啊。啊，所以发生迄代志，伊拢无甲你讲。嘿啊，厝还要变去啊。对，厝袂掉去。啊，你发现了后，你才去甲伊问呢？我甲伊问，我就开始甲伊骂，安那骂，我讲册囝哦，绝对册无影啦。骂，咱嘛是爱叫转来。啊，开始甲伊骹啦，啊，我发现毋相信，我当真甲我骗。啊，我就一个赛车，伫遐咔，紧张咔，真正过斑马路啊，啊，咱斑马路咱咧行较紧的，伊毋是还是安尼啦。哦，我咧目屎吼。即马好啊，即马好。所以迄当阵嘛，毋敢甲妈妈讲，惊妈妈会烦恼对吧？对，拢会安尼啦。对啊，代志已经过遐尼久啊，起码即马讲着还是有目眶红红。代表迄个时阵，真正就毋甘的。叫做咧金孙哦。我家在有阿嬷，你看车用甲足好诶。咱若种着歹田，咱就当望后山啦。啊，咱若嫁着歹翁一世人啦，真正啊，毋过查某就较好啦。查某吼死翁咱挂韭菜，一个死搁一个来，问题你都毋死啊。哇，起码讲话真趣味啊，想袂到。尾后阁有一段故事啊，听了真正足感动。哎呀，而且你慢慢生气啊啦，今日的幸福咧哦，是你的后生对你的好心呢。咱做伙来看一下，车花秋高丝啊，你这18罐。哦，
嘿，起码你敢听有这个幸福的是啥？我听了18啦。哦，听着苏爸，你讲遐尼长，你敢若听着苏爸哦？啊，我有听了米体，安尼我都需要。哦，对对对。我一定要完整讲出来，大家才感觉讲哇，真正就车花的，一定要真拍拼，才能得到这个好嘞。真的呢，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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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今日一定要较拍拼，甲这个幸福的炸转去厝的好不好？好，阿嘿，你嘛做伙拍拼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马上来进行，有你拢袂忝。右拳头骹倒弹起来，用把这个腰架后的杯仔去接，有30秒的时间，接到一粒就成功过关啦。有2届机会哦。无简单呢，你要派谁来参加？我先吗？你头一步。哎，对，头一步头一步。有2届机会嘛？哎，对。哎，所以起底头一步，啊，接下来是阿hen还是起妈？我，你哦，我外搞的。啊，唔过阿起码平常是有在做运动啦。哎，咱做伙来看卖一下因练习的 VCR。那你创啥？我就不看我做家事吗？啊，我互你一个任务，这。有你拢袂忝。我讲啦，要运动之前吼，爱像身躯烧烧，较袂着伤，你知无？来，这阿妈，摇嘞摇嘞，哦，阿妈说足100粒呢，真是这样子好。吃点就好哦，甲阿妈试看卖，来，耶！等下内底，无，哎，咱拢无食到。1、2、3，无，再来一届，敢有可能？嘿，快点嘛，快点嘛！差一点。来报告，这脚chân爱徛较悬的，我知啊，安尼。我进去了。哎，进了呢！哇，你食到呢！哇！等下咱来比赛吼，咱要有信心，我紧要紧先刷，练一个来。来练一个。咱等下就要去你比赛。对。啊，所以吼，咱一定吼爱成功。我讲，恁阿嬷讲，做人爱拼，做爹爱笑，一定爱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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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哎，就认真咧练习的呢。嘿啊，看起来起码是就是要甲这个幸福咧炸转去欢迎厝。就好哎。嘿，我听着迄个18吼，我即摆目前上需要就是安尼啊。哦是哦。会惊的，较认真的哈。较认真的啊，看这度啊。来，徛要来哦，加油一个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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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徛要来哦，请就位。有你拢袂忝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开始啊！进来进来进来！哎呦！加油！哎呦！啊！差一点啊！啊！哇！其实哦，我感觉这个游戏无简单呢，啊，不过起底一届就成功啊，一届就成功啊。系啊，安尼你是安怎？你练遐遮久拢无机会表现着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见哦。囝来头吼，老母免出头。哎呦！哇，讲了真好，真好，那你就话观众朋友啊，对啊，来观众朋友，有40秒的时间，只要接到一粒就过关。1、2、3，哎呦，来，这位，姐，好啊，小三的姐姐，哎，欢迎，欢迎，我姓欧，你姓欧，对，澳洲的澳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你是做啥物职业的？哦，我是做夜市的生理的。哦，夜市啊，生理欢迎。哎，头家娘，我想要借问一下，你的夜车摆摊你是卖啥的？卖鱼翅羹。
鱼子鸡哦，一定最好食的。哎，对，古早味的，头前哦，看伊安尼算，是毋是其实感觉是真困难？对，啊，毋过伊真简单就成功啊呢。我讲，你当夜市啊摆一打呢哎，50块，哦，我等下考先虑你来啊，先你来啊。你敢有把握会当成功？有，有哦。有啦，哦，有信心。有你拢袂忝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愈来愈接近哦。来，加油加油！过来！十秒，过来！差一点嘛，过来！真可惜失败啊！哦，都串了。就错了哦。哦，伊迄第一届足厉害啊咧。系啊，谢谢。而且你到最后已经抓到迄个感觉，对迄时阵观众朋友拢是无练习的，对，对啊，已经真厉害啊！好哦，一个捧下好不好？哦，多谢姐啊，多谢。观众朋友来挑战就知影哦，起弟真正有厉害，是头一届就成功，而且迄时间拢无用完呢，嘿啊就成功啊，就过关啊，你起码拢无机会当发挥，系啊。无要紧，不要紧不要紧成功就好。哦，啊，今日趁这个机会啦。起弟，敢有啥物话想要对起码讲的？你看你的后生啦，你莫安尼，看你目睭啊这当阵莫讲耍笑啊。对，你较认真呢。虽然哦平常时较无正经啊，但是吼也是做爱你的啦。爱我有钱吗？哎对，谢谢嘞，谢谢。我讲一个良心话啦，阮这个囝吼足古伟啦，啊戆是戆着讲吼，伊嘛爱怪我是我见着安害着伊啊，对不对？安尼逻辑嘛对啊安。尼嘛对。啊，不过伊若是无叫伊嘛无你啦，哎对对，我一系个。啦，无要紧啊，所有代志的发生哦，拢是互咱应当变成更加好的人。对，上好的安排，来观众朋友愈来愈幸福。嘿，各位捧下一个。